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離島地區康健站。我哋嘅宗旨係預防於未病。我哋同家庭醫生及醫護專業人員合作，為市民提供健康評估、疾病篩查、慢病管理及轉介服務，讓市民在社區獲得更全面和連貫的健康支援。只要你係6歲或以上嘅香港居民，同意加入醫健通，就可以免費登記成為會員。我哋會為你進行免費健康風險評估，並為你配對家庭醫生，制定個人化嘅健康計劃，並持續監測健康狀況。我哋嘅主要服務分為4方面，包括預防疾病、及早發現、及早治理同及早保護。預防疾病由日常生活開始，離島地區康健站提供健康飲食、運動班組、情緒健康、睡眠衛生同健康生活模式等嘅講座、活動同工作坊。及早發現健康風險非常重要。我哋提供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計劃嘅血壓、血糖、血脂及乙型肝炎等篩查，亦協助合資格人士參與婦女健康服務、子宮頸癌或乳癌篩查，同為不同性別人士建議大腸癌篩查。如發現健康問題，我哋會提供適切支援，包括病人自強計劃、體重、痛症管理計劃。接種疫苗係及早保護嘅重要一環。康健站提供疫苗教育同預約協助。離島地區康健站設有多個服務點，主中心位於東涌下嶺皮2536號 B 座，亦可以掃描二維碼瀏覽網站及社交平台。